我来了。那个真。没有，已经还我了。还你了吗？对。好，那你给我。市长，对，因为我们这个要打非惯右手啊，请问你要打，如果是右手，左手，左边，那等下可能都左手。好，打左手。对，等下露出来给我。好。看。看这打。这样会看得到吗？哦，这样可以。可以哈。可以吗？还是要市长转对正？没有，就打左手就好。因为我习惯右手，啊，这打左手好了。那不好意思，我占个位置一下。好。OK。好。哎，这手转这一点，不，这是另外一边，对。那可能市长稍微手帮我插个腰，对，好，然后牵起来。打完疫苗什么样的人会帮你看然后我们就是外面要观察半小时，没有不舒服再离开，就帮我们注意一下体温。好，来，这里休息半小时。谢谢。OK。